过6000年。哦，不容易，不容易呀！好自为之，不要急于成名啊！今日教。我有想过。谢先生在哪里？我要请他出征。好，当即姓名。哦，我叫李卫生，家在哪里？凤门洼李家村。病人是男是女？是我妻子临产疾病。媳妇出征金。哦，奉上8银5两。还少5两。啊，是先生出征金不是5两吗？您看，知府政变，将乱天意，门房表明，出征金本应3两，原道加倍。您离家车，我叫你加倍20两，算便宜了。哎呀，小姑，财务是等不得的，请谢先生速去出征。哦，这5两钱银我一定照顾。你知不道，先生不来。哦，哎，小兄弟，你不空是哟，你都管什么颜色？沈家又不是亲临无名之辈。谢先生，你快出来！哎，求你你不说这样，你快出去！出去！要想救你妻子，快去拿银子！你快去！快去！哎呀，快去！谢先生，快下吧！当一个故乡。
言风雨乱纷纷，但看我天意女儿心为君。当前边一类重兵看一人，人不知长烈去看一空，不知天地不为人。李秀才，李秀才，哎呀，你做啥？你做啥？李秀才，李秀才，你莫非我要举你起名把官开？先生，你怎么说话疯疯癫癫？不，我没有疯癫，我妻难产身亡，悲痛冤结，你跟我开什么玩笑？李秀才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你娘子棺木之中流出鲜红之血，还并非真的死了。你这个把棺木打开，我一定要去问你的娘子。什么？你能去问死人？你不神仙，接下来这种事不要相信他，对，不要相信他。我们去。诸位乡邻，你们想想，亡国之人怎会流出鲜红之血？李秀才，请你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我要救的是母子两条命啊！是真乃心啊真，我真不想娘子我，她不是神仙下凡人，可怜亲好似裸体我心。爱背来还乡亲，同去当门来。秀才，我劝劝你相信叶先生吧。你是谁？我是去天意的女儿。不可能起死回生，叫我怎么相信呢？你当相信？你是谁？草莓杭州人，主业在上意，告诉你们。
想追问你的娘子。阿婆，感恩去的娘子你，我对她也是也关心。你这做啥？还用他来救你呀？还不怕是救他？是呀，谢先生这便是开关来救叶妻子，我绝不挂你令你情。李秀才，也没这无军分大恶，总有一线希望啊！众位乡邻，开过。我是大进小官，他们也送金鞭来了，是哪里送来的？哦，先生快命他都记不清了。一送啊，既然送来了，掐指不动，就叫他们门房方便吧。你们来吧，来。我的金币你收得了吗？什么？是你？是我？怎么样呀？来者不顺啊！李秀才，你也是读书之人，配人不可刻薄啊！谢先生，你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可听不懂啊！李秀才，有道是生人也有错难分，谁奈灭马色前天可一人，这一生从来治病多一命，真夫人命短要往难复分，我终于孤身一步上你，你无辜此招不应疼别人，真金别心事重重，从此我是你痛，要不了我的好名声。哼，嗨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将金币退回去，有什么条件请到里面去谈吧。你以为我要瞧你的竹杠？哎，谁要是难听话嘛，请进。哎，你们大家听听，这位天意家之外八德，实着你。哎，你们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哼，是天意君之造吧？你心里的大不了。你们老
心血，生你文毛百姓，一官相聚家私成，就望我妻儿两了命。这金别离给送恩长。良心开为了，良心开为了。这种缺德遗风，令人气愤。阿哥兄弟，李先生，我想替叶先生的一堂改个名字，什么名字？叫大喜堂。大喜堂？对，大喜堂，把喜他在脚底下，叫他恢复扫地。这个气呀，要出的啊！李先生，你帮我写堂名去。好，众位乡邻，去到大喜堂为叶先生上匾。哎。教引，真过让我阿三分。
王爷喽，老太官算情，呱到门王去。是，你不能这样。为什么不能挂？挂得高一点。什么？是我杀他，还是他先杀我？你到看看那边，他挂的是什么法子？哼，是他大喜，还是我少爷？谁是谁赢？等着瞧吧！弟弟，弟弟。你怎敢与邻居吵架？岂有此理！先生，他们光把少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你们县官都是大的，什么意思啊？谁叫你挂这种把子？先生，是李秀才上门送别，他亲笔书写这把子。他有怨气，瞧不起徐天意。哎呀，奴才呀！徐才有气当权威，真是他心中造配。他带奴才比高我，真官顺事挂出来，不挂别人在自己。
亲娘，你们哪里啊？我们是都督府。哦，两位老人家是都督府来的，失敬，有何吩咐？我们奉都督夫人之命，星期天夜立刻到府为千金治病。哎呀，你们稍等，我去通报。哎呀，皇妈啊，小姐之病来得极巧，听说那边叶先生能起死回生，我去请他，两位名医为证，都督夫人也就放心了。你等在这里，我去就来。都督可来人，不可退卖，人在哪里呀？哦，这位是先生啊，老总管去到隔壁叶先生了。哦，找他做什么？谢先生家乱天意，叶先生起死回生，都督府千金阅兵，老爷要请两位名医为证。什么平起平坐同为人，小菊上花体对望长笑声，技巧万须羡慕的我才能胸有成竹生意气。妈妈，你家小姐得了什么病啊？先生啊，我家小姐近来面黄肌瘦，恶心呕吐，肚子啊一天的大起来了。妈妈，姑且说知，今你小姐请过虽身不好了，何必请我啊？先生不要胡说，我家小姐还没有出嫁呢。什么？难道绯黄邪孕？妈妈，医生面前要说实话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哎呦，没有个，天在上头，我家小姐规规矩矩，连当楼上一只用苍蝇也飞不进去，哪会有不端之事？不是的。4个月啊，都督老爷撇了火心，为上小姐的性命。谢先生，你为此呢难着真，请救我小姐一命吧。那千金一封信比小婆，做一生难把他就是他，他闹了多苦气大，有一条生命牵连我一家。请谢先生与叶先生一同督府为证。老人家，叶先生真是女破四行家，怪为里据我财务生娃娃，到手面前我太娘起死回生且有他。怎么？你不去啊？哦，都督府请你不到。哼，好大的将子！不，老人家你不要误会，我是诚心上言呀。请两位老人家先走一步，我与谢先生说几句话。哦，好，我们先走。谢先生，都督千金阅兵，也没在所有钱。先生经验丰富，同去为真的好。叶老弟呀，我是诚心上言，由你去督促风头，不好吗？谢先生，此言差矣。
为什么？师兄，多多女迷魂心，他只怕要断阳去门，你这只身要人亡，他多多是亲兄弟，他这必是亲生女，先与你加配礼。先生，我每位也加配话事，恭喜你们提醒我，此人两重于亲，千金啥是银若女，必然坏了你难生，大无一生来明多，谁穷哟三不清，千金啥比也少女，自讨过得报应，与我一生不关心。王家人民共也没呀列得生血迹江，得举神子要举神，我此去哪怕落到年纪了，只要我本性不悔，天大的人民我愿担身，啊，我不去。也没告辞了。不好的叶师兄，再猜我不负他一辈子礼。浙江电视台民生休闲频道。启禀老爷夫人，民医叶先生到。还有一个呢？谢先生他不来了。他怎会不来？他是民医叶先生能打开柜幕，把私人聚会，所以是妇女之别。哦，也罢，叫叶先生客厅等着，去叫小姐出来。10天一之过，自负你能得正，千金之病事关重大，侬是一定要把他请来哦。是。欲请小姐出马。女儿拜见爹爹母亲。啊，侬快起来，起来！母亲，我要怕什么？
恢复这里情义之名。杨队，放下自恋，有请叶先生。有请。祖国老爷夫人在上，小姨以两针飞进，罢了，请坐。叶先生，听说你打开棺木，把死人救活，这是参悟平理民间，幸而得救。好，本都督一家夫妇实话出路，这夜下告，我女儿灭我几岁，独自大，你叫我与他怎么配对是否有缘？啊！不，叶先生啊，我要你怎么判断他得了什么怪病？哎，实事有凭，不准容许作假。哎呀，叶先生，可是我为何？你见都督怒气腾腾，不可耐。那夫人神色慌张，诚心烦。怎么样？但请小姐为王。啊，侬我要接信为王去吧啊！怎么一边平应是否？是否有缘？不是有用了。不，要加实话。哎呀，叶先生啊，您这位中，侬是千万不可乱讲啊！先生，要加实话。叶先生，我可乱要加实话，我可乱。你呢？都督老爷夫人，从来疑难杂症，还需32定。十分平静之后，由我郑重开方。且请稍退片刻，便知分晓。好吧，别念死后。唉，姐妹不应啊。先生啊，我家小姐清清白白，她的性命都在你的手上了。
老女去禀报多的老爷夫人，只有女医为证，有了结果再请主人出道。寿命关天，还是仔细的好。阿弥陀佛，但愿他是个女奸细，小姐随我来。就用防风槟榔披上披上。哎呀，师兄，披上头莫轻用，这盘冒险我心慌，待已出了不应事。真神你身来年年下老王，也没生人我临人个故知心真美昂，千金不服披上呀，当从不下也要一命亡，哪怕谁来做老王。白毛万心开呀，
笑，话一声能把世人来聚问，谁知他还是活人不用刀，他经过披萨多万无路用，还是我掌上名字女多娇，一块女儿护身法，世人伤心夸大，我们不落青梅龙，心事包浆怒难消，悲本不平压根呀，不要讲容易姿态不能抗，哎呀，快用衣裳来！多多老爷，小姐不有有不见了。他做了你的毒手，交通在本，死不去，不杀人之了。我去看一看。咦，莫怕小姐交通犯浑，是此人能当下从来。是亏。可是你不下披萨，害我女儿的命吗？不为，不为。吩咐家丁将他送过酒牌上公堂。你怎么好有事啊？东北的民意秒随八成归。呀，不对，老爷做到小气甚好，陆家叶先生报复公堂了。为什么？陆家叶先生报复公堂了。去了。小姐，侬放心，你我同衙门保证人的牺牲。好了，看看见我弟弟，你弟弟是谁呀？哎呀，你
叶妹，我写给你的信收到没有？我收到你的信，我会来吧。总算盼到你了，师兄。叶妹。叶妹，你们父女何时来到杭州？与怎会这三边？问他来寒山，我可以劝为前辈宽心。叶妹，你放心。哎呀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这个嘛，你知我知，必有灵者不知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请林正到杭州来，是请他替曹月娃治病。请我弟弟治病？是啊，曹月娃乃是我生死亡年之交，他的病这就悉天意相助了。哎呀！师兄，我弟弟脾气倔强，只怕你请他不到。哎呀，这倒是难办了。哎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哦，什么主意？请我弟弟治病，只有用这将法，借他一劫。哎呀，好聪明的叶妹，只要天意出征，曹月娃就有希望，你我也有希望了。哎呀，你叶妹，先生，那边没有薛先生，是怎么办呢？阿哥，你先送三层叶妹回家，我去找薛先生，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。我等你的好消息，三层姑娘，谢谢阿公，听我去了。哎呀，叫我到哪里去找啊？他到自己来了，三层，失落千金心中慌，陪他少女拜元璋，来到我叫了母夫与五国拜领，写上家丧，两阵背景谢先生。我不认这里，先生，你不要生气。我生我的气与你没有相关。先生，我是为你女儿。什么？你困着我的女儿，做你的梦？虚荣之地千百丈，话不投机半句中，桥关桥，路关路，谁来听你话路中？先生，你听着，先生，哎，先生，
必。冤枉！龙儿叫你请医，为我此考为累。为必冤枉，先生请来了。我可冤枉之病，乃是多年长发的雷剑风湿之症。对呀，这点小毛病包在我的身上，完全尽力治愈。却看媳妇儿用罗苗只管气功，接你治病。怎么样了？哎，不通了啊！哈，不愧为是天意，一道高明啊！既若冤枉行身，我才留下来与你治疗8天，传授你气功养生之道。好，老夫就知不得。不过有股请求。什么请求啊？请允许我在贵府设立个密诊法庭，帮为贫苦百姓治病，不受分分。我要挽回我的名誉。好，漂亮了！啊，谢先生，是你，这一次真要付30两银子，这是什么错的衣服？快有脸皮上门来！你非礼是徒，不成不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曹冤枉！你的苹果爆了，我还是把他轰出去。我永世不要见这种腐事小臣。你滚！你给我滚！慢来，谢先生，你误会了。什么？今天请你为我治病，都是他推荐的，怕你不肯前来，用了这奖吧。呀！望天生，一切是他做圈套。不由我非奸自配，冰水家有40年生如难。告谢先生，你不能不要找我女儿。与老夫送你女儿同关海上。再看呀！三餐，你到哪里去？可把为母想死了。我本是天山道配娘郎，那文哟得罪心无一名望，梦光梦华上苦子来培养，不娶儿飞黄腾的奉君王。子女我也去乡里先培养，呀先生该为良医生良乡，每见面子女相亲结贫苦。
华可军人死无少，历代名医多少啊，都有个过好心啊。两阵生子命艰苦，居士无上不归毛，自己有意出外路，个个与你比对上，心生缘才怕破，也最难免是比的，不问能给方为人，何可小人是遇上，今日请你来治病，看你怎走在分家。老师且一起在一子不用力，好不下你金须情人万里万里天上好青年，生情家。的女中心啊，想起今夜来惊心痛。我不该太娇惯，别了心肠。自端堂败家子，官渡宁阳，不关心民同娘，自告欺阳。一生无差错，满个委屈，南瓜那乡亲们大看远呀，女儿在弟弟一起你真好，莫言女儿的心声一起你真。哎，三成是我女儿，怎个有劳于你呀？是的的，是的的。谢先生，你看他们俩可不是天生一对，地人一双啊！倒是不错啊。好，我知道嘞，你同意吗？同意，同意。妈，女儿啊，你同意吗？哎，不同意呀。哎，先生，快快快！